庆连假第3天，高雄市爱河热气球的体验活动，透早就真侪乡亲、真侪游客去领号码牌啊，等要坐热气球升空。有乡亲头一摆体验讲有够欢喜，赞叹讲为这个半空中看这个爱河湾的美景，互人痴迷。啊，上流行、上时行、上清这个寿山动物园，有真侪大人、囡仔甲高水的动物伫见面。3、2、1。热气球为草坡啊，黄昏啊飞上天，为真远的所在，地人看到爱河四口飞的美景，为了这个景致，民众特别早起领号码牌排队。我脸书有看到啦，对对对，因为小朋友很期待，开场的时候就买了。有没有很期待？以前有做过吗？没有做过，还是很期待做热气球，是为什么？很期待，就是带小孩来高雄玩。好运坐到热气球，游客头一摆体验，心情更欢喜。有没有很兴奋？有。民众欢喜体验坐热气球，有好天气的加持，寿山动物园嘛热热气气。你看到的是什么？虎猛啊！狐狸雕的目睭挺甲大大腿，站起来大家看到伊的巴肚，有够高吹。大人囡仔拢来含动物面青小纪片来看游园的世代火车艇，游客是坐甲点点。那旅游景点真是行，热烈的庙会活动嘛伫咧家己上场。伫咧下前市航道跟将粉红小超级跑车白沙屯宫田宫马祖乱叫行到达，人就坐甲叉。标准广场白沙屯马祖从宫车出来，安坐伫咧庙台，这规沿路拢客满真侪信徒。这嘛是历史上的一刻哈，来记载讲白沙屯马嘛有来个成功，再来做感恩之礼。为了看到唐马祖世纪上会历史上的画片，伫咧国庆连假参拜人背书其他旅游景点。Hello， 我是冯维之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